我今日30歲啦，個個都話接近30歲就會有種焦慮同埋迷茫。我大概理解點解會咁不安，係因為大家好似將呢個年紀界定為應該要完成某啲事嘅歲數，好驚自己30歲嘅時候都未達到或者擁有一啲可以同人交代得到嘅成就。我細個梗係有幻想過自己30歲係點啦，應該係結咗婚、生咗仔、事業有成，喺職場上成為一個好有風範嘅阿姐。但而家望下自己，又好似冇一樣係喎。不過即使我同想象中30歲嘅模樣完全唔一樣，但我真心最中意呢一刻嘅自己。其實唔使太在意其他人對於呢個年紀嘅定義，正正因為過去呢30年嘅人生經歷，我先學會更加欣賞自己以及擁有嘅一切，同埋更加清楚自己其實中意啲咩，想追求啲乜嘢。不如意嘅事就梗係仲會發生啦，但係少咗份焦躁，多咗接受同感恩。人越大，發覺改變心態真係好緊要噶，尤其對住啲根本自己控制唔到嘅事情，亦都學識放低無謂嘅執着，寧願放專注同時間去啲值得嘅人同事仲好啦。對於人生咧多咗一份淡然，但唔代表我對呢個世界失去好奇噶。對於未來嘅各種可能性，我都仍然覺得好有憧憬。而家呢刻30歲對我嚟講，只係記錄咗我喺地球上生活咗10958日。其實真正嘅變老，從來都唔係年紀，而係你對人生失去咗熱情嗰刻。所以無論咩年紀都好，唔使逼自己趕上某個樣子，最緊要係過得快樂，每一步都忠於自己。2025年6月13日喺呢日，我正式踏入30歲啦，我準備好又由零出發啦。